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甲崩红对多，也就是说呢，饮食非常的重要。但是饮食呢，又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从饮食当中让自己更健康呢？养生保健就要从厨房做起。今天我们邀请到2位来宾哦，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我们怎样从我们厨房当中会用到要烹调的油跟酱油，来让自己更健康呢？现在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我们欢迎宏威科技集团的客服部经理兼专业营养师洪秋雅营养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雅营养师。好，那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的总经理兼主厨，而且他得过很多的金牌哦。我们欢迎陈如汉主厨。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的总经理陈如汉。俗话说呢，开门7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那里面的这个油跟酱油，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有相当大的影响。用到好的跟不好的也差不多哦。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开始就先来请教我们的营养师，到底怎么样去选择好的油呢？对，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油品非常的多，有动物油，有植物油，那你到底要选哪一种呢？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妈妈跟我的阿嬷最喜欢用猪油去炒菜，他们觉得这样子非常的香，很好吃。对，可是现在我们为什么都没有在用，比较少在使用猪油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吃太好了，对，就是大鱼大肉了。然后饮料啦，什么都吃进来，那所以呢，其实吃了这么多好的饮食呢，让我们的血管在不知不觉中很容易就阻塞。所以呢，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我们就会选择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植物油。对，作为我们现在料理上常用的油脂，那动物油这种比较多饱和脂肪的，我们就现在比较少使用了。哦，就比较少用。对，我们就说以植物油为主了。对。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市面上其实植物油也非常的多，像我们听到就是可能大豆沙拉油啦，大家常听到，还有什么花生油、橄榄油，然后葵花油、芝麻油、玄米油、苦茶油，还有酪梨油等等。这么多的这种种类的油，那他们是不是各自有各自的优点？我们应该怎么挑选呢？OK， 因为其实这些油其实都是很好的好油，那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其实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有我们的烹调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食上吃的很多的时候都常常吃了很多的油炸品，那这些油炸品呢是经常使用到的都是一些大豆沙拉油，就是以 Omega 6为主的这种油脂。那这种油呢，它其实在吃到身体内呢，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对，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呢，在《泰》杂志上面呢有特别，它的封面就是讲到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杀手，隐形杀手就是发炎反应。对，就是 Omega 6是会造成身体发炎的。那什么东西不会造成身体发炎呢？其实 Omega 3跟 Omega 9的这样子的脂肪酸是比较不会造成身体的发炎反应的。所以像有一些酪梨油啊，这种含 Omega 9比较高的这种油脂，对身体就是比较有好处。对，哇，所以一般民众其实不会太去在意说里面 Omega 几哈，然后对身体怎么样。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观众朋友好好来了解说，用好的油，然后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哦。好，那我们今天有特别请到我们这个金牌主厨嘛，哇，这个得过无数金牌，所以呢，他的料理是一棒的。那当然就是他除了说料理的东西好吃以外呢，他也非常注重健康哦。所以注重健康，其实我们在这个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里面用油也一定相当的讲究，所以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到底要怎么样来用油？是的，
就如同刚刚我们营养师所讲的，我们可能在市售上面我们会挑选好的油，但是一般的家庭主妇或是自己不会料理的人，可能对什么所谓的 Omega 3、Omega 6、Omega 9是完全是不知道的，甚至不知情的，不知道怎么挑选。其实，在我们厨房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测验的方式，可以教给大家。就是当我们油品在挑选的时候，其实不管它是 Omega 3或6或9，其实我们在回家在试用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发烟点。那油品的发烟点，其实我们不会去当下去知道说它烟点到底要多少温度，它才会发烟。所以其实我们目测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我们油温燃烧导热开始之后，其实看到烟冒出来的那一下，它就是它的最高发烟点。所以只要它烟冒开的那一下，看到白烟了，其实开始我们的油脂就要开始变质了。那一变质，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心血管疾病就开始慢慢的产生。所以未来我们的很多的烹调方式，信行人厨房里面都几乎是用比较低油温，甚至需要高油温的烹调方式，我们就会选择比较属于高油温发烟点的一些油品来做选择，来做烹调这样子。所以其实也要注意说，有些油它本来是好的油，那但是它不能耐高温，那我们就用低温来烹调。那如果需要用到比较高温啊一些油炸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适合油炸的油，哇，这样子才会吃出自己的健康。对，哇，对，没错。好，那像营养师，像高温油炸的过程啊，是不是会产生一些什么反式脂肪？因为大家对反式脂肪其实常听到，可是真正知道反式脂肪的到底有多少人呢？是不是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反式脂肪？对，因为反式脂肪的话，其实它就是说它的结构跟天然存在的油脂的结构，这种顺式脂肪是不一样，它是transform的，是反式的缝。那这一种反式脂肪，它不是天然存在，所以呢，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没有酵素可以去分解它，所以你吃到反式脂肪呢，你只要一吃，那它就会开始累积在你的血管里面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就会一直去阻塞到我们身体的血管。对，所以呢，很多的心血管疾病就是因为这样子来，有太多的反式脂肪，现在很多人有心肌梗塞、脑中风之类的，对，是真的蛮多人的。那还有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反式脂肪很不好。所以大家其实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在营养标示上面都会有标示说反式脂肪的含量。那我其实很多婆婆妈妈在选购油品的时候都很注意，都要选反式脂肪为零的。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卢汉总经理讲的一样，就是当你使用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很好的油品，在高温油炸之后呢，它居然产生大量的反式脂肪了。比如说，我们觉得葡萄籽油是一个很好的油，桂花油啊、玄米油都是很好的油脂，但是它高温油炸之后，居然反式脂肪就红色那个吗？对，你看变得这么高啊，变这么高啊，所以你看，那在反式脂肪高之后呢，会怎么样？我们刚刚讲的心血管疾病是一个，那还会影响到我们就是幼儿的小朋友的发展、青少年发育，通通都是。那一些癌症方面的，比如说大肠癌啊、乳癌啊，这些通通都是。所以，其实在选择油品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对，哇，所以不然真的这反式脂肪对我们人体危害很大那有些好油突然间就变不好了，因为它就是低温而已，它不耐高温，对，哇，结果好油变坏油，这种情况也很多。好，那通常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很喜欢吃那个盐酥鸡，尤其这个台湾啊，大街小巷四处都看得到盐酥鸡摊，然后大家都会想到一点一些油跟你进要做啊，大家看了可怕，但是还是会买回去吃啊。所以是不是很多的这个商店，尤其是路边的他们都会把那个油一炸再炸，而且都是高温油炸的，炸过一直炸，那这样子真的是不是对我们人体危害很大？我们来请教主厨。没错，其实我们一直在烹调同一个油品，一直应该反复的炸它的时候，其实它一直在变质。那一般的应该说一般的业者，他为了节省成本，他其实不可能每天在换油。那有一些比较良心的业者当然会，可是我们相对在使用油品的时候，不是只是换油而已，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个好的油品是
烹调适合以外，再来是对人体是适合的。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手稿。我们一直不知道所谓的何谓到每一个油品的发烟点，对呀，OK， 每一个油品的发烟点就是在最高温的时候产生烟的时候，它就是它的最高点，那开始对人体就是有危害。其实不只有吃哦，在你发烟点吸入你的肺部，那就开始危害了。所以其实那一个发烟点是不好的状态。那刚刚营养师也有讲到说，其实很多的油品它适合高温，但重点来了。它有很多的 Omega 6，所以就像我们油炸油，它适合高温没有错，它很耐炸。但是我们长期吃下来，其实还是在吃 Omega 6，就是所谓的让身体发炎的一个指数，所以其实也是不好。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有讲说，我们的一个咸酥鸡啊，或者是一些自己家里的炸物，尽量降低，能降低我们就尽量降低。但是如果真的应该是说喜欢，但是偶尔吃一下，我觉得那也还好。但是重点不要照3餐吃，但我们平常就可以去选择所谓的比较有 Omega 3、Omega 9可以抗发炎的这些油品。再来，我们的发烟点，其实里面我上面手稿也讲得很清楚，有一些适合高油温，有一些适合中油温，有一些适合低油温。所以当你在使用这些油品，如果家里刚好在上面哦，你的油品刚好在上面，那你就可以来测试一下说，我们的花生油哦，我们刚好有用完才不会浪费。但是没关系，少用。开始我们知道说，在烹调当中，我们适合的温度给予它，才不会造成所谓的反式脂肪，或者是有些高油温产生的发烟点，那些气体吸入我们的肺部之后产生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在油品选择上面，其实发烟点或是 Omega 3、Omega 6、Omega 9都是很重要的。对。那请教主厨，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需要用到油炸的时候，要用哪一种油会比较好呢？现在如果是真的需要用到油炸的话，其实有一种油叫做玄米油或者是耐炸油，但是相对的耐炸油其实都是精炼过的，里面非常多的 Omega 6，也是尽量少吃。那玄米油的话，它其实也就是说高油温，它的发烟点会比较高一点，它是适合耐炸的，但是相对的它也不适合一直炸、反复炸，因为高油温一直炸的话，其实不管任何油脂，它都很容易所谓的变质。所以如果我们在一般的餐厅里面，我们在炸的东西，我们会做混油的方式，例如橄榄油，我需要它在炸的当中赋予食材的香味、橄榄味道那种特殊的风味，那可是它又不耐炸，所以我可能会选择所谓的叫精炼油。就是我们有提炼过的、有精化过的，它的油品的发烟点会比较高一点。例如说，我们玄米油是精炼过的，我们就玄米油加入我们的橄榄油一起下去油炸。那相对的已经有混合油的部分，它就不适合再2次、3次或4次。所以一般的业者里面大约都是炸油都会使用1次，就像法式餐厅或者是比较高级的日本料理，他们炸的时候就不会一直反复的一直炸，会比较有所谓的稳定性会比较好的油脂，让我们炸1次之后风味到了 ，OK， 那我们把这个油品就可能会用回收油的方式把它回收掉，或者是说变成是肥皂，很多人会回收做肥皂，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的生态环保都有相对的帮助，对。哇，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用对油，然后油怎么用，然后用几次哈，然后用的时机，这真的非常重要，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哦。有时候弄错了，好油变坏油，对，那用对了，这对我们身体健康很好。那在这么多的油里面呢，有一种叫做酪梨油，这个好像市面上比较难买得到，而且好像非常的珍贵。那酪梨油里面听说有一种叫 Omega 7，对不对？哇，这个东西听说对人体很好，是不是？营养师跟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是的，因为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Omega 7这种脂肪酸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才发现，那这种 Omega 7的脂肪酸其实是最主要，它作用在我们身体的黏膜。黏膜在哪里呢？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黏膜，到我们的口腔，到消化道，到我们的私密处的泌尿道，这些全部都是黏膜组织所组成的。所以呢，你只要是补充这种 Omega 7的脂肪酸呢，它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黏膜修复的部分。因为黏膜修复的时候呢，重要性，我想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我们刚刚历经3年的 COVID-19，对，这个病毒呢，就是从我们的黏膜入侵到我们身体里面，从我们鼻黏膜进去呢，从我们嘴巴的口腔黏膜进去的。所以呢，我们把黏膜细胞顾好的时候呢，它就等于是我们免疫的第一道防线。那再加上呢，我们把好油去补充到让我们的 Omega 7，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容易有干眼症的，他的眼睛就比较不会干涩。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女生在更年期之后呢，阴道会比较干涩的，那她常常在使用这些好的油脂之后，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掉。所以 Omega 7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因为这种 Omega 7的这种油脂呢，在大自然非常非常的少，对，所以酪梨呢算是在里面是相对含量比较多，我们容易取得的一个油脂，对。好，那我们刚讲的，我们讲的一个部分，讲的就是说，它不止在对我们黏膜细胞很好，那同时呢，它还可以去活化我们身体的长寿基因。对，现在大家人都很怕老，对啊，都想要年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活化我们的长寿基因，这个IRT1 的这个长寿基因之后呢，它从我们的基因，就是从我们的细胞里面的染色体去做活化。那活化出来之后呢，那我们新生的每一个细胞它都很健康。那我们细胞健康，我们的每一个组织或我们的器官，它其实就会越来越健康。所以其实 Omega 7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好的一个脂肪酸，这也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礼物。对，哇，所以这种 Omega 7的这种其实在酪梨的含量算比较多，对，所以从里面去提炼出这个酪梨油，对不对？那听说好的油除了可以拿来煮以外，它其实可以直接喝，对不对？是啊，我们都是觉得好的油脂，你喝起来你就会喝到植物本身天然的香味跟香气，然后是不会有油耗味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油喝起来怪怪的，有油耗味，那这东西已经过氧化了。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说，很多市面上有的那个什么路边摊的那个油什么盐酥鸡，对，它一直在油炸的时候呢，那这些油其实就是所谓的回锅油了。对，那这些回锅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在学术上的名词就是过氧化的油脂，那这些油脂就是会造成我们血管阻塞最主要的元凶，就是这样子。那你好的油脂直接喝的时候呢，你会这样子，皮肤这样越喝皮肤越水润的，对，所以其实直接喝也不错，真的是很好的，很好喝，试试看。其实我最近接触到这个黄金酪梨油，那我就想酪梨，我其实蛮喜欢吃酪梨的，但是我就想说黄金酪梨油是不是很香，然后我就把它弄起来直接喝，它的味道真的很好完全没有油味哦，然后很清香，然后后来我也会把它用这个牛樟芝咖啡里面有绿原酸的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酪梨油，这样是不是变成防弹咖啡？答对了，朱珊你怎么那么聪明？而且你这样子，你知道吗？你喝的这样子的防弹咖啡是健康的防弹咖啡。对，因为我之前有蛮想尝试说，防弹咖啡可以瘦身，然后后来看一看就，为什么很多人喝完以后喝多了、喝久了，竟然说会中风，然后有一些什么病出现，所以我就有吓到。但是我是想说，这个我们这种性机能的，对，有保障，然后这个绿原酸的牛樟芝咖啡我也喝了一阵子，也觉得蛮好的，所以我就自己把它加在一起。是啊，我觉得喝起来很棒啊，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对，而且反而觉得很舒服。对啊，因为绿原酸本来就可以减脂的作用，加上好的油脂的时候呢，它可以达到生酮的作用，所以让你的身体不会饥饿，然后产生 ketone body 的产生一些酮体，所以可以让你自然而然瘦下来。那外面的防弹咖啡呢，他们不会用这种好油，他们用的是大部分比较便宜的可能用那个椰子油啦，或者其他的固化油。那些饱和脂肪都很高的油脂呢，就是我们讲的喝一喝，虽然体重瘦了，但是你身体就不好。对，送医院急救了，因为中风。因为椰子油不是说是那个植物界的猪油啊？是啊，真的。所以那个油并不适合，对不对？所以好的防弹咖啡，我们就可以用好的咖啡加上好的酪梨油，就变棒的。是啊，没有错，真的是好。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喝就是
不但可以变苗条一点，然后皮肤也会变漂亮。是啊，真的，好的油不只可以用喝的，还可以用抹的哦。哦，真的可以抹，要怎么抹来？怎么抹？就是说可以把我们的洛但我只梨油听说婴儿油可以抹，这也可以抹啊。对，就是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洛梨油加那边有上洛梨油我们的罗纹沙叶精油，我们可以用9:1的方式去混合之后呢，那这个是我这些混合好的之后9:1， 9:1，对，然后呢你就滴在你的手上，哎呀，滴一滴试试看。对你把它涂开，很均匀，然后味道很清香香。对，那抹一抹之后呢，皮肤你这样，你看我们很多同事这样子，本来皮肤这样子稠稠的，就是比较粗糙的，抹一抹之后，很快的，没几天，你看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水润。哇，对，而且呢，我们还有这种，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刚好就是有时候在家里用洗衣精的时候，刚好洗衣精太强了，过敏导致皮肤过敏，就可以看得到，哇，就这样一点点的起的很多的红点点。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抹了1个月之后，你看这些红点点通通消失了。是，对，然后呢，它持续抹到现在，它这是2021年发生的嘛，抹到现在2023年，2年之后，你看这个皮肤好水嫩哦。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这一位朋友呢，是曾祖母了。哦，68岁的曾祖母，对，68岁的曾祖母，真的看不出来。你看到她皮肤这么好，对啊，真的，所以真的是用好的油脂去保养，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皮肤真的越抹越水嫩，然后而且还可以祛斑哦。所以你如果说有一些老人家啦，有一些老人斑的话，抹一抹，老人斑也会消失。我刚有滴了嘛，在这一手。然后虽然平常我就有在保养啦，但是这个我抹下去觉得它好不好，就是它会吸收。有些油抹上去，你表面还是一层很油，但是它整个融进去，你看，对。所以其实，这真的不错，我待会儿那一罐可以送给我回去保养。可以，谢谢。好，那另外呢，我们说除了用好油以外，好的酱油大概都会问到导游嘛，哈，这个也很重要。人家都说哦，干那得导油没得看，所以其实酱油，我们后来也听说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假酱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挑酱油？OK， 我们其实到卫福部呢，因为我们的酱油来源真的是很多种，有好的，有化学合成的非常的多，所以呢，卫福部就颁布了一个法令呢，去依照酱油它不同的酿造方式呢，去把它主要分成3大类，一种是酿造用的，就是有经过发酵的制成，那一种呢是有用发酵制成加上化学方法做的速酿酱油，那有一种呢就是完全是没有发酵制成，就是用化学的方式，用酸去水解的这样子的一个酱油。所以对，所以呢，我们大概市面上的酱油可以分成这3大类的酱油。对，那这3大类的酱油来讲的话，因为以发酵的酱油来讲，因为它需要的时间，因为不管是用黑豆还是用黄豆，那加入微生物去发酵，所以它需要的时间是最长久的，所以也因为它时间久，所以呢，它的风味跟口感也是最好的。那相对的成本也会是最高的，最高。对呀，因为这种你看化学酱油只要3到7天，对，就可以了，很便宜耶。是啊，所以市面上很便宜的酱油，可是对身体不好。对，你就讲到你的那些东西都是用那个盐酸去分解的，好恐怖，很恐怖。对，那另外一种呢是另外一种也是用去发酵的，用黄豆粉去发酵，那就会速度会快一点了。对，它成本就会低一点，因为黄豆比黑豆便宜很多。对，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在目前在市面上最常看到的这种酱油呢，它其实就是豆麦酱油，它就是用脱脂黄豆跟小麦去混合的。对，然后它就是混合2种方法，就是先发酵完之后，再用那个化学的方式去做出来的。对，那这种水解酱油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般的小吃摊上看到的那种酱油，都会用那一种，因为最便宜、最快速，因为有时候成本的考量嘛，所以有时候大概会是这个样子。对，为了美和啊，当然用的酱油没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啦哈，还是要买好一点的酱油，没有错。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其实为什么黑豆酱油跟黄豆酱油价格价差那么大？其实我们从原料成本上来看就可以了解，就是看黑豆酱油它每1公斤大概要250块，可是黄豆其实只要140，价差很多哎。那如果加上小麦，就更便宜了。对啊，这么便宜，只要10几20块，那真的
真的便宜更非常多。所以其实好品质的黑豆纯酿酱油真的是风味好、口感好。那当然成本上也会略高一点点。对，但最重要是吃进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对，对不对？不差那，其实算一算不差那一点点对钱。对对。那讲到这个酱油啊，好像就是有一些妈妈其实都是在照顾过敏的时候会去努力的避开说一些过敏源，大家都想说什么虾子啦、鸡蛋啊、牛奶、麸质什么等等，但是有些妈妈却没有去注意到说这个酱油里面是不是有的会有过敏源啊？对，是的，没有错。因为现在其实小朋友过敏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严重。那其实有一类的过敏呢是属于麸质过敏的。对，所以呢，妈妈在准备小朋友的饮食的时候，都会很注意，就是特别去挑不要吃到那个有小麦制品的东西，比如说面包啦、面条啦、馒头这类的东西，他只要知道它是小麦做的，他通通都会避开。结果妈妈就会觉得很奇怪啊，我都已经很努力让小朋友都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了，为什么小朋友还是会继续过敏呢？原来他没有注意到他们家的酱油，他们家的酱油就是豆麦酱油，就是以黄豆跟小麦去酿造的，所以它的酱油里面呢就含有小麦麸质，导致小朋友这些有对麸质过敏的这些小朋友呢，过敏一直没有办法根绝，就会一直持续，一直反复发作，对，是这样子。哇，好，那我们今天呢跟观众朋友介绍了怎么样挑选好油跟好的酱油。那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了解一下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哦，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的菜色？什么样的菜色呢？先讲给大家听，来主厨。OK， 好。那我就要拿出我的手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说我们信息能量子科技厨房目前的首播的菜单叫5型养生的健康餐。那除了融入我们的信息能独家的特有的技术以外，再来我们有青龙酱，然后朱雀酱、白虎酱、麒麟酱以及玄武酱。我们利用这5种酱汁研发出来5种酱汁，搭配我们所谓的中医的5行5色，然后的理论，然后来设计这样的菜单。那所以5行当中，我们有除了搭配的酱汁以外，当然就是有我们的排餐哦，就是肉品的主要的成分。我们的麒麟酱我们会搭配我们的牛排，然后我们的白虎酱会搭配我们的素食以及我们的鲑鱼来做炙烧的部分，然后再来我们的朱雀酱是配合我们的猪菲力，就是油脂比较少一点，然后比较软嫩一点，相对的油脂少，在一般的家庭主妇可能在煮的当中很容易干柴。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方式把它处理的特别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最后青龙酱就搭配我们的鸡腿，而且鸡腿是我们台湾的，并不是进口的。然后最后玄武酱我们当做我们的开胃菜来搭配我们的沙拉以及我们的天贝来做使用，这样子。对，其实呢，这5道料理，我之前有来偷偷品尝过了，真的是怎么讲呢？哇，为什么健康还可以这么美味啊？所以呢，请大家拭目以待喽。再一次呢，感谢主厨、总经理，还有我们的营养师，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然后下一集呢，我们会大家好好的来了解有哪5道菜，还有哪些酱料可以搭配，然后教你怎么在家自己做。好，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